大家好，我係 Supreme Caleb， 今日為大家介紹一個喺曼谷最核心，亦都最頂級嘅地段，位於 Sukhumvit 嘅核心區，就係豪宅項目 Still Sukhumvit 20啦。咁佢係由上市豪宅發展商 SC 同埋日本發展商 Tokyo Tatemono 傾力打造㗎。佢建築風格係 silent and timeless in luxury living。咁為一啲嘅買家或者住客提供一個喺市中心裏邊寧靜生活同埋高私隱度嘅住宅項目嚟㗎。今日等我哋一齊深入了解呢個旗艦項目啦。話到明項目係位於 Sukhumvit 最核心同埋最頂級嘅地段啦。其實項目係位於亞屬同埋 Prompong BTS 站中間嘅啫，咁所以以步行嘅距離即刻達到兩個最核心嘅 BTS 淺綠色線嘅站啦。另外亞屬亦都會有 MRT Sukhumvit 站可以到達曼谷唔同嘅地方。嚟翻 Prompong 呢一邊其實一個街口即刻到達3個 M District 非常出名嘅商場，包括係 M Sphere、Emporium 同埋 M Quartier 㗎。無論你想做精品 shopping 或者係去米芝蓮餐廳去享受美食都觸手可及㗎。成個項目總樓層係30層高，咁總共只有124個單位嘅啫。咁由2房開始，85平方米以上㗎。咁想講一講佢嘅停車位配置比例係高達175%㗎，喺一個一位難求嘅核心區擁有到自己嘅停車位屬於一個非常獨有嘅優勢嚟㗎。咁另外想講一講佢嘅公共設施啦，咁地下有一個迎賓大廳啦，商務走廊。咁8樓有一個叫做 In-house Retreat， 可以做下 SPA 浸下溫泉等等。去到26同埋27樓有佢哋嘅無邊際泳池 Still Pool、兒童池、Golf Simulator Room、佢哋嘅健身中心同埋呢個嘅 Pilates Room 㗎。為大家介紹呢度嘅3房示範單位之前想講講每個單位都擁有自己嘅私人電梯 access 㗎。咁佢入去單位之前有自己獨立嘅玄關位。大家見到呢度可以擺到3個好靚仔嘅鞋櫃㗎，做到好多嘅收納空間。咁亦都做到玄關嘅功能㗎。一齊入嚟睇下呢個3房示範單位啦。入到嚟3房嘅示範單位啦，134平方米，3房3廁。個則係非常市正㗎，見到成個風格亦都係盡顯住佢 quiet luxury 嘅風格㗎。咁喺廚房呢個位置佢有一個 kitchen island 啦，非常實用，亦都有好多嘅櫥櫃位置俾你可以收納你嘅物品㗎。話明係頂級項目啦，咁所以喺廚房嘅配備亦都非常充足㗎。咁呢度可以擺到一個雪櫃啦，上下2層有冰箱啦，跟住焗爐可以擺喺度啦，佢亦都係用高級嘅德國品牌 Miele 㗎。電磁爐啦，同埋一系列嘅櫥櫃。Open kitchen 隔離多一間房㗎，亦都非常 functional 㗎。咁你可以做一個 laundry room 啦，或者係做一個 pantry， 因為呢個亦都有一個足夠嘅位置俾你擺多一部雪櫃。咁可以俾你一個做準備食材嘅一個地方嚟㗎。出翻嚟呢一度呢個位置係非常空間感充足㗎，因為可以擺到6至8人嘅餐台，做到一個 dining area。再過少少就係好4方四正嘅客廳位置啦，俾你可以坐喺呢個 L-shape sofa 裏邊同朋友一齊聊天。咁其實呢個客廳隔離就係一個露台啦。有時你想睇下曼谷嘅城市美景，因為靠近 Sukhumvit Road 嘛，咁都可以睇到㗎。或者有個優勢就係喺 sofa 呢個位置唔使出去，直接望到曼谷嘅美景㗎。我哋而家先睇睇呢度嘅客房嘅位置啦。客房係屬於 en-suite 嘅客房嚟㗎，咁有 shower 啦，亦都有個標準式嘅浴室配置㗎，方便翻喺度住嘅客人。咁床嘅位置亦都可以擺到一張 king size 或者 queen size bed， 做到3邊落床，兩邊亦都有足夠嘅空間做到2個嘅床頭櫃㗎。而隔離呢一度亦都做到一個 built-in 嘅衣櫃。睡房亦都採用咗泰國嘅豪宅設計同埋日本嘅建築美學啦，咁所以呢一度嘅落地玻璃窗令到成個客房嘅採光度係非常亮麗㗎。出翻嚟客房呢一度行過呢個嘅走廊位置啦，咁我右手邊就係第3間嘅浴室嚟㗎啦。再行入少少就係呢度第3間嘅客房啦。咁大家見到其實呢一個客房冇採用咗一個睡房嘅設計嘅，而係一個 working room 嘅設計㗎。咁其實呢間房可以叫做 multi-function room 啦，無論你想做一個 game room、entertainment room，你諗到嘅都可以用呢間房去成就㗎。
客房嘅對面咧，分隔住一個空間感非常充足嘅客廳啦，就到我哋嘅主人家主人房嘅位置啦。咁咧，呢度嘅設計咧，亦都提升翻咧主人家主人房嘅隱私度㗎。嚟到主人房呢個位置咧，會見到比客房咧更加大、更多 function 啦。咁大家見到咧，床嘅位置咧可以擺到一張 king size bed 啦，做到3邊落床啦，兩邊咧亦都做到2個床頭櫃啦。咁玻璃嘅設計咧，亦都採用咗落地玻璃設計啦，所以採光度非常充足啦。而呢一度咧，亦都可以掛更大嘅一部掛牆電視啦，俾你享受你嘅私人睇電視嘅空間啦。隔離嘅位置咧，其實有足夠嘅位置可以擺到3個嘅衣櫃㗎。咁咧，俾你主人家咧可以做到一個衣物分類啦，亦都收納到好多唔同嘅衣物㗎。中間呢個位置咧，亦都做到一個嘅梳妝台位置，可以俾主人家咧更加方便。主人房呢度嘅浴室咧，可以話係全方位配置㗎。大家見到咧，入到嚟咧，左手邊咧就係一個非常大嘅浴缸啦。有時咧做完一日嘢，好辛苦翻屋企咧，想浸個靚浴都得㗎。咁另外咧，洗手盆呢度咧做到 his and hers 嘅功能啦，亦都方便翻主人家梳洗。再行入少少咧，就係做到一個乾濕分離嘅配備啦。咁咧亦都有個淋浴嘅配置喺度㗎。Steeles Sukhumvit 20咧位於曼谷嘅傳統黃金地段，咁再加上咧而家喺核心區咧，曼谷嘅土地係非常稀缺㗎，咁所以 Steeles Sukhumvit 20咧擁有高嘅抗跌能力同埋保值潛力㗎。咁如果作為一個投資者或者做資產配置嘅你，去考慮曼谷豪宅嘅話咧，呢個係一個非常好嘅選擇嚟㗎。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嘅詳情，可以聯絡我哋 Supreme 團隊。